近年来超流行漫画变成真人版，但是把日本漫画变成西洋电影倒是很少见。经典漫画《城市猎人》推出法国的真人版本，男主角虽然改名换姓，但黑发黑眼珠的造型倒是一点都没有违和感。电影《城市猎人》，你有传说中那么强吗？水蓝色外套里头穿着红色 T 恤，这熟悉的造型正是日本经典漫画《城市猎人》的男主角户羽辽。台湾观众熟悉的名字又叫孟波，法国版本改名成 Nicky Larson， 拍成真人电影版。电影《城市猎人》，你有够变态！你在说什么？法国男星菲利普·拉绍集男主角、导演、编剧于一身，为了更符合城市猎人形象，加强锻炼肌肉，又以黑发黑眼珠演出这个好色但又神通广大的私家侦探。北条司创作的《城市猎人》原著漫画其实早在1991年就结束连载，但是动画剧场版持续到2019年还在推出，可见受欢迎程度。比较漫画主角群们，男女主角虽是法国人，但是五官跟漫画一样立体，完全没有违和感。过去也有不少改编真人版本，1993年的港片版由成龙演出，2016年的日剧本由上川龙也来诠释，壮硕身材都是一致标准。近来超流行漫画拍成真人版，这一支广告也引发话题。日本求职公司广告虽然短短30秒，但是一推出就造成话题。鲁夫率领的草帽海贼团全变成真人版，这卡斯来头也厉害。鲁夫是斋藤工，香吉士是蛙种洋介，索隆是池内博之，娜美是出过写真集的泉里香。至于乔巴真的找来一只麋鹿。漫画受欢迎，改编成真人版已经成为趋势。然而成功的第一步看选角，不管是日本版、法国版，只要符合原著精神，就能收服漫画迷的心。